问你们来到这边大概多长的时间呢？还有个测试就在没，和那提示在那要我的没？当初是为什么会来到戒毒所呢？这人哎，俺要看没呢，对没呢，也皮多早，多那提前按照嘛，叫你多走呢，大嘛嘞，你都那呢喝个油嘛。所以是两夫妻当时都有吸毒的习惯吗？没胡包子咋没多要看见呢，对年嘞，多干呢多早呢，咋有叫嘛，有火。请问他们来戒毒的时候有遇到什么困难吗？我们要去讲没，要向我头那个那，出手材料嘛，走老呢。大洋的比呢，大陆的就大陆哎得早呢，嘛叫人呢，我们那里没要得把是提交了后，上派出所要呢，个当条车班的拉面呢，不拉面。他那么多面，他那么国家，天那没拉呢，直接没要找我没拉面。那后来是因为什么缘故可以戒毒成功的呢？上派出所用我呢，要车班的老黄哥嘞，那个叫啥啦什么的，和你跟下车嘞，他在门口俺打了就跟小米呢，了没？在之前吸毒的生活跟进到这边戒毒之后，有觉得有什么差别吗？那前面，那前了，个一个你，但我把你拉来，你马上呀。请问他们是不是还有其他家人？然后那家人从前怎么看待他们？那现在对他们是有什么想法？这人哎，这个路叫呢也偏多，向我头那个那。哎呦，俺比咱比多嘛嘞，没，什么叫的？有话那很远，没法叫没，你啥个叫的没？俺呢，从没晓得。也比多比咱们矮。么个，也比嘛多，你对那比咱们嘞啦，也比大一嘞，那很远，也比大多嘞，明年和个交路可能要嘛比咱俩没。好，那想请问你们两位，马上就要离开这边了，好，那有没有什么会担心的事情？俺里头个，车没有包子，你啥个？他等嘛来叫没嘞，他个叫我去没。红浪叫俺头那个那，俺里，你当当也听俺的从头，俺头那个那哟，俺屋里那哟，俺姑那屋啦没，很远，哎哟，嘛屋啦那嘛屋啦可能把，你啥车嘛，包去俺的从头那叫嘛，直接红浪怎么讲呀？分别他们有没有想要感谢耶稣的话，或者是说感谢戒毒所的同工怎么样帮助他们呢？俺啦，大佬那，也批多种哎，哎哟那边的多啦米，上派耶稣可能门里去路呢，这人哎唔帮项目在可能小个面，里头的啊，哎哟，你妈常常心里在那里骂人对面。俺里头有爱面的，当然你都那想干。很久没看到孩子，很久没有看到6年了，6年。都嘛个面了嘛带到出去在面，然后嘛个面，我罗也当然嘞，我罗也想伢嘞，你莫记啦伢提不带了面比多了伢嘞，跟了后面呀感觉呢。Selama wana hopi ne ya pia da do ne nga ya juga la ceta ni ya we ro tipo de ni mola me bido nya gno di nya nga ji ye pi do jo ne ayo ne du hong ga hong da wo do la ga la ko ga shu ko la ne bi mu bi ja la ho na le da ayo za yo mu ba ayo e do go le da le ma le gno yo ko ma 当初吸毒的原因是什么？那如果出去之后遇到相同的试探怎么办？好的de ga na cho do ga ho do ho ga ne to re nga gam de mi ne cho mo mu i kan i on ne lo wa ya mo mi ne i po ayo ma ne go on ga ji tu nya he de nga to le na cho ji ma pa cho ma nga cho ma le ji ma pa e ma nga to pa e la na 也帮我谢谢他们，然后也祝福他们继续依靠主，就
远离坏朋友，然后在教会里可以有很正确的朋友继续前进。那么可能很嘛，要么咱那么可能很嘛来回来去，可能很嘛就那么了，就俺来俺学爱路哎，你话那个呢，冲嘛我这嘛嘞，就不过你讲的来了，说的那不冲嘛嘞，那么都爱面要弄，我不爱年呢可能很多，爱的就可能很路嘞，你们就那么的。ngā jī gāra hu tī tī mia tō rā nō mā tō nē tō rā yā ngē hu ngā gāra hu rē mia rō